你有冇發現會主動揾你嘅人好似越嚟越少？以前成日約你出嚟嘅朋友，而家好似消失晒咁。唔係佢哋唔記得你，係佢哋試過太多次都冇乜回音。每一次主動其實都係一場賭博。你以為好簡單啫，打個招呼啫嘛。但係其實每一次主動都係喺度消耗緊時間、心機同埋最寶貴嘅嘢——勇氣。你試過未？明明好想揾個人傾下偈，但係打開個聯絡人名單，按極都按唔落手。唔係因為你冇朋友，係因為你驚會打擾到人，驚對方會敷衍你，驚自己嘅主動會變成對方嘅負擔，所以你都係寧願等對方主動揾你。但問題係對方都係咁諗噶，於是所有嘅關係就喺呢種你等我，我等你嘅狀態入邊慢慢變淡，直到冇咗。好多人覺得真正嘅朋友唔使特登去維繫，見翻面就會好似以前咁好。但係其實呢個世界上最難維繫嘅就係大人嘅友情，因為個個都太識睇人眉頭眼額，太怕麻煩到人，太習慣收埋自己，最後個個都變成一座孤島。明明心裏面好掛住對方，但就係開唔到口。你要知喺度做緊咩啊？唔係普通問候，係我好掛住你嘅大人版本。每一次主動背後都係一份心意。友情從來都唔係老奉嘅，佢唔會因為你哋以前好熟就會自動保鮮落去。佢需要有人肯行出第一步，肯按落個傳送掣，肯承受對方可能已經唔在乎嘅風險。友情係勇敢嘅人伸出嘅手，但佢需要另一隻手去握翻住。如果你一直等對方行先，你可能等到嘅只係越嚟越長嘅沉默。所以如果你今日諗起邊個，就去揾佢啦，唔使等咩特別理由，唔使等咩啱啱好嘅時機。因為會主動嘅人真係越嚟越少噶啦，而你每一次嘅主動都係一次挽救段關係嘅機會。